闖劫、殺人、強姦、販毒，生動還原案發現場，通過講述一個個案件過程，帶你船圓事實真相，探究人性深處的秘密。奇怪，富婆赤身裸體，沉屍田間一喪命。各位聽眾朋友們，大家好啊！今天要講的這件案子，真的是莫名其妙，也匪夷所思。一個美女貸款被姦殺，破案過程曲折離奇，最終烈果更是讓人大吃一驚。歹徒被捕後，沒有人相信是他，那就聽我來說一說吧。2006年，河南西部某大城市鄉下發生了一起嚴重的案件。這裡是原國有特大型企業的家屬屋，曾經是周邊村民非常向往的地方。自從90年代某國企改制以來，這個家族屋就衰敗了，下崗工人被逼南下或者北上去打工，家族屋空出了很多屋子，周邊除了公庵以外基本都是農村，只能租住給附近試圖改善住房條件的農民們居住。從家族屋出去走上幾百米，就是大片的農田。附近村民黃大哥就是在這裡租住房子的村民之一。黃大哥是個老實巴交的農民，以種田為生。他已經40多歲，家裡除了妻子以外，船有一兒一女。大女人18歲在南方上學，小兒子才13歲，是初一的學生。小兒子黃小寶和父親一樣老實，性格內向，平時只要別人不主動和他說話，這孩子就很少開口。黃小寶的性格算有些懦弱，在小學時候就經常被同學欺負，他都忍氣吞聲。有一次，黃小寶被幾個女同學惡作劇，把他的飯盒裡面撒了石子，沒有午飯可吃的黃小寶實在是忍無可忍，同其中一個女孩吵起來了，竟然被打了耳光。事後黃小寶都沒敢向老師匯報。性格是弱了一些，但黃小寶的成績不錯，小學時他就是全校成績前5名，剛剛到了初中1年級，幾次考試都是全校前3。同時，黃小寶是個眉清目秀的孩子，五官長得很俊秀，有些像女孩子，加上他性格懦弱，人又有一種奶油小生的氣質。雖然才13歲，他發育比較早，身高已經有了1.8米，可惜比較瘦弱，體重只有110斤。可以這麼說啊，他是個漂亮的少年。發現大事的卻不是黃小寶，而是他的父親黃大哥。暑假的一天，天剛剛亮，父親照例帶着黃小寶去田裡幹活。黃小寶是帶着書本去的，平時就坐在田地外面看書。到有需要兩人一起幹的農活時，父親才讓黃小寶下地一起勞動。他們所在的田地比較偏僻，是山坳裡面的一塊地，只有一條小路可以到達。附近船有幾戶農戶的地，山勢把田地遮擋起來，田地裡幹活的人互相看不到對方，田和田之間也有一段的距離。有意思的是啊，這裡頗為山清水秀，屬於伏牛山脈的一部分，站在遊客的角度是很漂亮的徒步旅遊景點。當天中午，父親派黃小寶回家去拿飯，前後大概1個小時，黃小寶帶着午飯回到田地。父子吃完飯後，父親突然發現自家鋤頭灰掉了，他就讓黃小寶在田地裡面等着，自己沿着小路走過去，試圖向別的田地裡的村民們借鋤頭用一用。然而讓父親震驚無比的事情發生了，他剛剛走了不到10分鐘，船沒有走到另外最近的一家農田，就赫然看到了一具女屍。這具女屍體像一個大字，仰天躺在距離路邊幾十米的亂草中，死者留着長髮，一雙高跟鞋扔在路邊，那無疑就是女人了。她的頭頂上有明顯的血跡，下身赤裸，裙子和內褲胡亂恤在一旁。死者雖然口鼻已經有些扭曲，仍然看出她生前是個頗有吸引力的女人。她比普通女人要豐滿得多，臉型是橢圓形，臉上肉略多，五官長得很美。這個微胖的女人有着其他很多女人羨慕不已的豐腴和翹臀，可以這麼說啊，嚴格嚟說，她不算是怎麼大美人人，卻對男人有着很強的誘惑力。黃大哥嚇得半死，立即報警，警察迅速趕到現場的刑警老張和法醫老楊，這兩人是20年的老搭檔了。在老楊驗屍的時候，當地向派出所民警介紹了死者的情況。刑警老張說，女死者的衣服很高檔啊，是怎麼國際名牌吧？她是個女大款。派出所民警說，可以這麼說，她就是一個女大款，不過有錢的不是她，是她老公，她叫做謝金鳳，上了大學以後改名叫謝佳妮，今年33歲。她是我們市某國家研究所的研究員，
足於公務運編制，她自己的收入不多，老公是市裏有名的大款盛展，開了多家夜總會和酒吧。聽到這裏，刑警老將打斷了民警的話：你說的是不是開了海天娛樂中心的前老闆？這個痞子頭因強姦罪、傷害罪，坐了至少5-6年牢了。這個謝佳妮是個公務運女大學生，怎麼配嫁給這種地痞流民？向派出所民警說，據我們了解是這麼一回事。謝佳妮在高中時候有個不錯的男朋友，兩人相約考入某大學的。謝佳妮思想比較開放，大學時期兩人就同居了。男友說自己父母在80年代初就去美國投靠親友了，現在也有了自己的公司。大學畢業後希望謝佳妮同他一起去美國發展。你也知道我們這裏窮鄉僻壤，能夠去上海、深圳發展，就有一大堆女孩子跟着走，更別說美國了。據說謝佳妮就是因此和男友發生的關係，同居了3年多，期間謝佳妮做過多次人流。刑警老將說什麼？男友跑了。派出所民警說，你猜的一點未立。大學畢業以後，男友開始一直拖着謝佳妮，後嚟花言巧語說自己先去美國站住腳，就來接她，一去不回。謝佳妮打他的電話，發現號碼打不通，去他遠房親戚家詢問，對方一問三不知。知道被欺騙以後，謝佳妮受到很大打擊，一直到30歲都沒有再談戀愛結婚。後來別人介紹認識了一個男公務運，家裏父親是副局長，條件不錯。男公務運一眼看上了頗有知識的謝佳妮，謝佳妮將自己這段感情隱瞞着他，直到領了證才說男方家鬧黃了。那是啊，這個男公務運知道自己未婚妻和別的男人同居過，旋打過2次胎，勃然大怒就說：你這個臭女人敢這麼騙我，你被別的男人都玩爛了，讓我來做冤大頭，老子就算一輩子打光棍，也不要你這種賤貨騙子。結果是男方當天就拖着他去離婚。謝家父親是副局長，這種人特別要面子，差點被氣死。老頭子咽不下這口氣，把準人識的醜事散播開。這樣一來，謝佳妮聲名狼藉，未人敢要了，他就乾脆破罐子破摔。1年後找了前老闆這種大款，兩人離婚了。不愧吧，他能和展老闆這種人一起過日子。展老闆身邊亂七八糟女人就有一堆，明記暗娼都有。就是啊，說是離婚以後夫妻感情很不好，兩人也沒有感情基礎。謝佳麗就是單準為展，婚後展老闆對謝佳妮花展倒是捨得，剛離婚就送給她了一棟別墅，卻不允許她在外面亂嚟。前老闆平時1個月有大半個月不回家過夜，據說謝佳妮曾經抱怨過幾次，每次都被前老闆臭罵。有一次旋打了她，嫁給這種人被打都是輕的。就這麼多嗎？謝佳妮這次回老家幹嗎？怎麼愧在荒山亂葬？他是回來看他老母親的，他老母親和他弟弟在家屬歐生活，他弟弟在這裏做個普通工人，老母親主要靠謝佳妮的補貼生活。謝佳妮在這裏爬山主要是為了減肥，婚後生活條件好，他人發福了不少，長了10斤肉。這半年他每天都要出去鍛煉1個小時。他是上周回老家的，每天都去爬山減肥。我們這裏鄉下船是比較安全的，誰知道出了這種事。讀了一讀，向派出所民警又說了：我對了，船有一件事我差點忘了。我去謝佳麗母親那邊調查的時候，她母親說了這麼一件事：今年那個之前拋棄謝佳妮的男友，突然從美國回來了，讓她和丈夫離婚，一起去美國。謝佳妮把她當街臭罵了一頓，讓她滾蛋。誰知道這個男人在大街上跪下求她，後來船反覆的打電話騷擾她。這事人被展老闆知道了，打電話給那個男人說，再騷擾他老婆就打斷他的腿。隨後展老闆狠狠抽了謝佳麗幾個耳光，鼻血都打出來了，罵他是個賤貨婊子。謝佳妮這個人怎麼樣？謝佳妮有過一些經歷，但她的同事和鄰居反映，這個女人總體算是比較正派的，她不是那種男女關係混亂的人。不過自從嫁給展老闆以後，也苦是近朱者赤吧。謝佳妮有明顯的改變，變得有些淫蕩起來。平時在研究所的辦公室，她有時候會故意對剛入職的年輕男大學生說一些露骨的黃段子，故意講一些很下流的話，旋聵打情罵俏之類。我對了，有一次他們單位年會的時候，謝佳妮喝多了，
當中連續摸了7、8個年輕男同事的屁股，當時滿堂皆驚。第二天領導批評了他一讀，他便解釋醉酒。我們掌握的情況就這麼多了。謝，太感謝了，你們工作做得非常好，很細緻。隨後刑警老張又同法醫老楊聊了一下，法醫老楊說：謝佳麗是被人用樹棍，你看就是路邊這個打擊到後腦後死亡的，這棍力量不小，而且打擊部位非常準確，一棍子就把人打死了。謝佳麗的錢包、首飾都沒有丟失，你看她的首飾和手錶都是很值錢的，歹徒卻沒有拿走，不像是謀財害命。那謝佳麗被強姦了嗎？最奇怪的就是這一點，謝佳麗沒有被強姦，你看她下體赤裸，裙子和內褲扔在一邊，給人的感覺似乎是被強姦了。我去檢查沒有發現精液痕跡。那發現指紋了嗎？兇手似乎摸過謝佳麗全身很多地方，不像是找財物，似乎是在猥褻。她的衣服、扣子、腰帶、手錶上都留下了歹徒的指紋。你看案件是雜魔性質，剪裁沒丟，不是搶劫殺人。謝佳麗沒有被強姦，似乎也不是強姦殺人。兇手就算搶劫強姦也沒有必要下手這麼重，似乎是報復殺人，就是要將謝佳麗打死。至於褪下謝佳麗的裙子，可能是偽裝成強姦案現場攔到我們算是先從報復殺人來偵破吧。現在很明確，有2個人可能報復謝佳麗，第一個就是她的老公錢老闆。錢老闆這個人是地否流民頭子，手下一群小弟都是兩路釋放人雲。錢老闆可能懷疑老婆和前男友有不正當關係，找人殺了老婆報復也是有可能的。在道上運的人都要面子，老婆給他戴綠帽子是忍不了的。這種人有怎麼事情幹不出來的？謝佳麗的那個前男友也有重大嫌疑，他剛剛回國，謝佳麗就被殺了。這太巧了，不能排除前男友要求復合失敗，由愛生恨，殺人報復。那這個發現屍體的黃大哥呢？你覺得他有沒有嫌疑？會不會是周邊村民幹的，只是被人撞破了，才沒有來得及強姦闖劫？黃大哥不太可能作案，作案地點距離他家田地太近，在這裏作案還不是打廣告說就是自己作的。像他這種中年人都比較穩重，不可能隨便冒險做這種事。況且他是帶着兒子一起幹活，雖然中午兒子回去拿午飯暫時不在，但兒子不是步行，而是騎自行車，來回也就30分鐘，不用1個小時。這種犯罪30分鐘恐怕是完不成的。黃大哥不可能選擇這時候作案，也不可能選擇當着兒子的面做這種事。從未有聽說過我們中國的爸爸當着兒子面殺人強姦的。其他村民也不可能。我們調查了一下，周邊只有2-3塊田地，今天嚟幹活的清一色都是婦女，幾個大媽。除了黃小寶他爸這種老實人，這裏其他男人基本都外出打工了，在家裏種地能賺幾個錢。這些婦女同謝佳麗素不相識，現場財物又沒丟失，女人又不能強姦女人，不可能是他們做的。穩重起見，我們把他們的指紋都採集了，船要靠你確認一下。幾個小時後，指紋對比結果出來了，兇手指紋同黃大哥不符合，同周邊的大媽們不符合，案件同他們沒有關係。這邊刑警老將立即去找謝佳麗的丈夫錢老闆，錢老闆果然是吃道上飯的，在刑警們趕嚟前，直接就跑到廣州去了。此舉很有可能是做賊心虛，有重大嫌疑。奇怪，富婆赤身裸體尋屍田間已排除，上次說到幾個小時後，指紋對比列論出來了，兇手指紋同黃大哥不符合，同周邊的大媽們也不符合，案件同他們沒有關係。這邊刑警老將立即去找謝佳麗的丈夫錢老闆，錢老闆果然是吃道上飯的，在刑警們趕嚟前，直接就跑到廣州去了。此舉很有可能是做賊心虛，有重大嫌疑。老婆死了，如果不是你殺的，你跑怎麼啊？刑警老將一面派人去廣州扣住錢老闆，一面自己去調查謝佳麗的前男友。案發的時候，前男友不在本市，而是已經趕赴北京，準備返回美國。老將緊急聯繫北京方面，在機場扣住了前男友。知道謝佳麗被殺後，前男友有些激動，隨後表示這事同他沒有關係，人不是我殺的，你們別在我身上浪費時間。刑警老將說：你當年為怎麼拋棄謝佳麗？自私敗。謝佳麗這個人的自立能力不強，比較依賴男人，
貪財又愛慕虛榮。他家是普通工人家庭，又有個弟弟，要剪沒剪，要是未是。我說我爸在美國開公司，其實就是個小餐館。我大學專業是哲學，這玩意人到美國根本沒用，只能去打工。我去了以後自己船顧不了自己，為怎麼要去照顧他？我花言巧語騙睡了他，以後去了美國就甩了他，給他的電話和地址都是假的，都快10年了，你怎麼又回來求他復合？他都離婚了啊！說實話，就是我在那邊找不到這麼好的老婆，在美國我就是個小工，平時在我爸餐館裏面當個服務員，船兼任廚師、副手、洗碗工、清潔工，什麼都做。我這樣的人，白人女孩是不配嫁給我的。黑人渣又看不上，而在美國的中國女人比白人還勢利眼，我連歪瓜裂棗都找不到，我就想起謝嘉妮很多的好處，比如她很體貼，長得又不錯，還性感人也算能吃苦，所以我回來求她離婚，跟我去美國，是不是因復合不成，你才報復她？我哪裏有這個膽量？她老公是黑社會的，打電話讓我10天內滾回美國去，不然再看到我就往死裏打。這種人說到做到，我哪裏敢和他們拼？接到電話後，第2天我就嚇得跑到北京去了。要說報復，應該是謝佳麗殺我哪裏有臉去殺他？我同他同居3年多，他不止做過2次人流，一共做了4次，有1次都懷孕6個月了。我很對不起他。事實證明，前男友沒有說假話。通過指紋對比，他不是兇手，他沒有作案時間。至於雇兇殺人，這可不是找鐘點工，普通老百姓是幹不了的。前男友大學畢業就離開中國，在中國幾乎沒有社會關係，根本不可能雇到兇手。那麼所有的焦點都集中在了前老闆身上。簡老闆這廝不是怎麼好人，他從小就是當地的地痞流民，靠打群架出的名，逐步靠欺行霸市、敲詐勒索做起了生意。他的所謂夜總會、酒吧都是地下色情場所，保安都是他的看場小弟。同時他船專門介紹北方的小姐去南方坐台，從當地機頭手中收取高額中介費。這些小姐去了南方以後，往往像奴隸一樣被扣在夜總會，幾年內不允虎跳槽。一旦私自離開夜總會，被街頭發現就是一毒毒打。前老闆懷疑老婆偷人，自己或者派小弟去殺妻，倒是順理成章的事情。這邊展老闆用真名在廣州住了大酒店，當天被當地警方扣住，押回了原籍。奇怪的是，經過指紋比對，兇手不是前老闆，但不能排除是雇兇殺人。審訊期間，混了半輩子的前老闆隻字不吐，翻嚟覆去就一句話：我未有殺人，你們說我殺人就得拿出證據。這邊警方將前老闆的手下盡數稱到公安局審訊，也是毫無結果。這些手下都是流民，也有對付公安機關的經驗，他們或者裝傻聰明，或者撒潑耍賴，或者滿嘴胡扯，總之沒一個願意配合對前老闆的財務調查。展老闆沒有大筆資金的流動，正常來說啊，雇兇殺人是要給定金的，成功以後再給餘款，不給錢誰給你去做這種事啊？這邊連續疲勞審訊，前老闆也有些苦架不住，只得開口：我告訴你們，我老婆不是我殺的，信不信隨便你們。我混了20多年，好不容易混到今天的地位，要剪有剪，要女人有女人，我愧為了這種賤女人去殺人，我真要收拾她，最多派個小弟將她的腿打斷，不過坐牢幾年，事後給不安家費。誰不知道殺人是要槍斃的，我的命可比這個賤貨值錢，不配同他一起死。那我問你，案發後你跑怎麼？我知道你們肯定來找我，我身上確實存有別的一些事，比如收容他人、辱淫之類。一旦被你們找起來，這些事肯定要穿幫，當然要避一避了。我要是真殺了人，船能跑到廣州去，用自己身份證住賓館，我早就跑到西北小地方隱姓埋名了。你老婆到底是怎麼人？你覺得有誰配報復他？哼哼，你們都以為我是流民，我是開色情場所的，我是胚人。他上過大學，是研究所研究運，是個正派人。我跟你們說，狗屁！這個賤貨跟我就是一路人，不然怎麼配嫁給我呢？他很騷的，不過是悶騷，真不比我手下那些小姐要好。我們夫妻間有些事情不好跟你們說，但他太誇張了，把我當20歲的小伙子一樣用。我40多快50了，身體上受不了了，架不住這半年我很少回家，
就是怕他賤着我。他這種人離不開男人的，誰知道他在外面惹過怎麼事？這蘇娘們人船喜歡跟年輕的男人。有一次我當兵的19歲侄子從外地嚟家裏玩，他竟然裝作誇他身材好，去摸人家屁股。我侄子嚇了一跳，本來說要住半個月的，當天就買火車票走了。這不是第一次了，這麼好色的女人你們見過嗎？就他這種人，我看至早出事人，說不定惹無了那個零頭青，殺了他也不一定。最後這句話是前老闆隨口一說，然而刑警老將卻突然像被打醒了，想起一個重要的情節。這個案件奇怪之處有很多，案件不是劫財，因為財物沒有丟失，現在看來似乎也不是報復。謝佳妮畢竟是在研究所工作的科研人員，社會關係比較簡單，可能的仇人就是前男友和老公。目前看來，兩人似乎都不太可能。那麼一個貌美性感的女人，突然在野外被殺，又被剝了衣服，最有可能就是姦殺案。刑警們發現，謝佳麗被打成重傷後，兇手摸了她的全身，脫了她的裙子和內褲，但奇怪的是，並沒有實質性的性行為，這就讓人無法理解了。既然歹徒是為了劫色，為什麼會是到臨頭放棄呢？你如果說是怕被人撞見，這裏是山邊小路，平時根本就沒有人來往，周圍亂草很多，將人拖入草叢，根本就不會有路人能夠發現。歹徒施暴是完全有時間的，這是讓刑警老將和法醫老楊百思不得其解的地方。前老闆的一句話卻打醒了刑警老將。之前刑警老將曾經發現過一個不合常理的地方。為了確認13歲的黃小寶他爸黃大哥是不是兇手，民警也對黃小寶和黃小寶他媽做過調查，兩人的交代有一處不吻合的地方。黃小寶說他步行20分鐘到家，他媽說沒有燒好午飯，就在家等了20分鐘，隨後又花了20分鐘走回田地去。黃小寶他媽卻說，兒子走回來的時候，他不但做好了飯，船都已經裝入籃子。黃小寶回來根本沒有停留，拿了籃子就走了。同時黃小寶他爸證實兒子確實去了1個小時，那麼也就是說，黃小寶很有可能說了假話。當時刑警老將也沒有注意這件事，只是認為黃小寶可能記錯了。為啥？黃小寶才13歲，不要說談戀愛了，連女孩子的手都沒有摸過，況且這麼老實巴交，甚至被班上女孩子抽耳光的少年又是處男，根本不可能像這種案子的兇手。經過簡老闆這句話的提醒，刑警老將才認為黃小寶有值得懷疑的地方。歹徒將謝佳妮打倒，很可能就是劫色。他最終只是摸了幾下，脫了衣服以後，卻沒有實質性的性行為就跑了。那麼就有一種可能，歹徒可能是對性完全不了解的未成年人，他沒有性經驗，又比較緊張，根本不能完成強姦，只能摸幾把就跑了。按照這個推論，黃小寶就非常可疑。他是唯一有作案時間的人，雖然只有20分鐘。老將立即將黃小寶的指紋同現場兇手指紋比對，結果竟然是完全一致。單是指紋船不夠，法醫老楊在反覆的驗屍中發現，屍體上面有幾根不足於謝佳妮的皮毛，同時謝佳妮的指甲裏也有其他人的皮屑，懷疑黃小寶是兇手以後，老楊就用體毛和皮屑進行 DNA 測試。體毛和皮屑都是黃小寶的，由此證據確鑿，殺死謝佳妮的兇手竟然是13歲的半大孩子黃小寶。面對刑警老將，黃小寶根本沒有隱瞞，顫抖着說出了當天的事情。那幾天我都和爸爸在田地裏幹活，每天都會有一個城裏女人從我們田邊走過，她打扮得時髦又性感，人也很豐滿，前凸後翹的。我13歲，到了青春期。我發育比其他男孩早一些，11歲就長得很高。我們鄉下父母老師都是不說性的，我對男女的事情不懂，也不知道女人是怎麼回事，只是本能的對性感女人有興趣。這個女人每次經過，我都盯着她看很久，她似乎也發現了。有一次船向我拋了個媚眼，案發前一天，我中午給我爸送飯，迎面在小路上和她遇到。這個女人突然笑眯眯的問我：小伙子多大了？有沒有女朋友？我膽子小，根本沒敢說話，低頭衝他身邊走過去，誰知道他伸手在我屁股上摸了一把，船說可惜了，長得眉清目秀的，膽子這麼小，我嚇得跳了幾下，趕緊跑了。刑警老將說，案發當天是怎麼回事？你為什麼殺他？那天我照例給父親送飯，結果又在同一個地方，也就是距離我家田地不遠，
遇到這個女人，我想起前一天的事人，嚇得臉通紅，低着頭想從她身邊流過去，誰知道她一把抱住我，船說：小伙子你怕襲麼？我又不配吃了你。我嚇得一大跳，趕緊掙扎，她死死抱住我不讓我動。船說了一些很肉麻的話，我很緊張，現在一句都記不得。我獨時興奮起來，太陽穴乒乒的亂跳，血衝到頭上，突然之間，她伸手在我胯下用力捏了一下，這一下非常重，我痛得叫起來，蹲在地上不能動。她哈哈笑着轉身就走，原來她是故意耍我的。我又痛又氣，加上被她挑起的性慾衝腦，就衝了上去，一把抱住她。她抵抗了沒有？當然抵抗了。我抱住她的時候，她才有些慌了，轉身對準我，就是抽了一耳光，罵我毛頭都沒長齊，船咁對老娘耍流氓。這個耳光非常重，打得我滿眼冒金星，耳朵也嗡嗡響。我徹底火了，隨手撿起一根樹枝，兩步追上去，對準她頭就是一下。當時我很激動，根本不知道樹棍打中了哪裏。她被我打中以後晃了幾下，倒在地上不動了。我怒氣沒消，上去記在她身上，又打了她一個耳光。她一動不動，我以為她被我打暈了。我當時特別衝動，就脫了她的裙子。我是處男，不知道下面應該做什麼，我胡亂摸了她幾把就逃走了。我以為她只是被我打暈了，誰知道一棍子竟然打死了。由此，黃小寶涉嫌傷害致死和強姦罪。他只有13歲，沒有受到法律嚴懲，放回家讓父親監管。黃小寶逃過了法律的懲處，沒有逃過上帝的處罰。此事之後，成隻優秀的黃小寶被逼輟學了，沒有中學咁讓他就讀，他只能在村子家裏居住。只要他一上街，村裏的女性就紛紛躲避，男人們也對着他指手畫腳。於是黃小寶乾脆不出門了，在家裏看了3年的電視，因此患上了嚴重的抑鬱症。此時，他的姐姐大學畢業，在南方找了個工作，他幫助弟弟找了一份保安的工作，讓黃小寶到南方來換了環境。黃小寶病情一度大有好轉，保安還未幹到1個月，老闆就知道了風聲，給了他2個月的工資，讓他不要再上班了。你有過這種事？小歐的女業主們知道船不下破了膽。當天姐姐回來後，發現黃小寶的2個月工資、手機、錢包，所有值錢東西都放在桌上，人卻不知道去向。姐姐很聰明，立即聯絡保安們一起幫忙去找人。這群好心的保安一直找到了深夜12點，終於在小歐外小樹林裏找到了吊死在樹上的黃小寶。他船沒有滿18歲。